今日來到楊梅亞豆 V 嘅藝友嘅藝嘅好朋友楊梅賢咯，我從藝來呢啲哦，唔知幾多嘛？哎，明珠在這裡，這裡，看小浮誇，出分有賞哎，等很久了呢。真的，哎，咁楊梅亞豆 V 有冇好搞好料呀？我講到好搞好料，忙是誰哈？媽，來，我帶你去晃一晃。來是誰哦？耶，頭都發哎！沒錯了，沒錯了呢！我來了，出發了！这位是我一个很急性子的朋友，他叫小浮夸，因为他为人比较浮夸一点。之前他就一直说要带我来到他的故乡，好好玩一玩。这次终于来到杨梅喽！就这里好，哎，就这里，好多人哦！我跟你讲，这边是我们杨梅的隐藏版早晨铺，真的。人超多的，现在没有店面。它从里面它是乱变，底会有老糯米啊？对，乱变皮就保糯米，地派糖豆哎，对啊，而且配套真的。老板在煎蛋饼的时候，真的就配了一团糯米饭呢，而且我看他在加配料的时候一点都不手软，就大概明白为什么小浮夸说这里每天早上都在排队了。虽然这里是一个很低调的餐车，但是在地人都会知道早餐就是要吃这一味。超大的，生意有动手哎，真的，哇哦！现在乱变底包糯米，乱变极度保糯米，地派吞豆哎，而且我看它超大方的哎，鬼粒乱那种薄哎，小生意啊！女神有包袱吗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你要先表演一下吗？不要很大头吗？很狰狞的是吗？还有香肠，乱变极度保糯米哦。它是蛋，然后外面有一层乱变在外面。我给點食爆高票，等下張仔牙就一坑啊！楊梅啊，豆皮係咪真係豆皮好呀？没问题，第一點就很讓我驚全部行程都已经排好。乱变低度保糯米，吃了一份真的可以饱到下午哦。不光是因为糯米，更是因为老板用料实在太实在了。